今日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5月1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3篇，申命记第31章第1节到13节，约翰福音16章16节到2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变成做喜乐。挂心、担心、烦恼、忧虑，拢是人的即种负面的情绪。虽然咱咧讲的程度无共款啦吼，但是拢是负面的。什么款的时阵，咱会容易有即种负面的情绪呢？有的人本身就较敖安尼忧愁。但是大多数的时阵，是因为咱在面对未知的将来，咱迄种无确定感，咱毋知影将来是会安怎的结局的时阵，咱嘛毋知要安怎，嘛毋知要安怎来面对。迄种的无确定感所带来的忧虑，是足歹去消除的。咱之前有讲到拿亚的大船，迄个时阵大水淹全世界，约略差不多200天的时间。因伫不见天日伫船顶毋知影什么时阵会当重见光明，也是重新来徛伫陆地顶悬。对因来讲，是一个极其安尼强烈无确定感的一段时期。因的情绪好像亲像一般的人，一定会感受到非常的强烈，也亲像当初是去互上帝来甲伊来设立这个约书亚。来成做摩西的继承人，约书亚的心情会通想象啦吼。摩西安尼对约书亚讲，然后摩西去调约书亚来，伫以色列的民众的面头前对伊讲：你得爱坚强，得爱勇敢，因为你要领导人民去征服上帝应允赏赐予因祖先的土地。上主要伫你的面前亲自来带领你，甲你同在。伊袂话袂记日，伊袂去甲你放杀，所以你毋通丧胆，嘛毋通惊吓。摩西不但劝勉约书亚毋免烦恼，伊同时嘛劝勉以色列人无需要来忧心。摩西甲以色列的人民讲：我现在已经120岁，袂话继续来领导恁，而且上主已经甲我讲，我袂当来渡过约旦河。上主恁的上帝要伫恁的面头前亲自来带领恁，消灭逐个民族，互恁占有因的土地。照着上帝所讲的，约书亚要做恁的领袖。上主怎样来打败阿摩利的2个王西宏甲噩，摧毁因的国家，也要照样来消灭遐的族族。上主要爱互恁来打败因，恁必须爱照我的命令来对待因，毋通惊。恁得爱坚强，爱勇敢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要甲恁三角同在，伊袂记记恁，袂去杀恁。忧伤、困苦、担忧，要安怎会当变做喜乐？简单来讲，就是得爱倚靠上帝，因为上帝是以色列人唯一的仰望甲倚靠，也因为安尼得爱顺服上帝的诫命。
摩西劝勉以色列人讲，就因为安尼，摩西将上帝的法律写落来，交互负责照料这个约柜的利未祭司甲以色列的长老，命令因讲每拜7年的每一年，就是取消祭物迄一年的大平节，恁着爱大声来宣读这个律法。以色列人来到上主恁的上帝所选的敬拜的场所时，恁着爱因来宣读这个法律。恁着爱召集所有的男女囡仔，甲带伫恁中间的外侨做伙来，通互每一个人会通听到这个法律，学习敬畏上主恁的上帝，确实来遵守因的法律。那安尼，恁的子孙就是遐个也未听到上主恁的上帝法律的，就会有机会来听到。伫因的有生之日，也要伫恁将来要征服的约旦河西岸学习敬畏上帝。前礼拜咱提到着保罗去用寄送到伫罗马的路中，拄着风影甲海难。咱发现会通脱离凶恶的大圣，就是爱听见上帝的声，爱顺服上帝的旨意，或就是咱讲来指示，然后才会当脱离危险，进入着平安。了后会当有平安。箴言17章22节讲，喜乐甲若像良药，互人健康；忧愁若像真恶的病，互致人到死亡。一般咱引用和本的翻译讲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是枯干。会通对几个角度来思考，首先咱会当讲，这是在提醒忧伤的人，着爱有喜乐的心，因为迄是健康的药。也是讲，着爱喜乐，才会当有健康；也会通讲，应该着爱先离开忧愁，才会当进入伫喜乐。重点是应该讲，什么人会当帮助咱脱离忧伤，进入喜乐，得到健康？圣经约翰福音16章16节到24节，安尼甲咱讲：过1日久，恁就无搁再看到我；但是呢，过1年久，恁也要搁看到我。门徒的中间有几个人彼此安尼讲，伊讲过1日久就袂看到我，过1日久又搁要看到我，佮讲因为我要去爸遐。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也有人在问伊所讲的过1日久是什么意思呢？咱拢毋知影伊在讲什么。耶稣知影因在想的问题，就对因讲：我讲过1日，恁就袂去看到我；但是佮过1日，恁就要看到我。恁彼此咧讨论这个话吗？我心中甲恁讲，恁着爱痛苦低考，世间人却要欢喜。恁的忧愁，但是恁的忧愁将来要变成做喜乐。查某人伫要生产的时阵会忧愁，因为受苦的时间到啊。但是生婴儿了后就袂记这痛苦，因为欢喜有婴儿来出世到这个世界。恁也是同款，就是恁现在有忧愁，但是我要搁再看见恁。伫恁的心内就要充满喜乐，恁的喜乐是无人会通夺走的。伫迄一天，恁就无搁再求，我求什么？
我心中甲恁讲，恁奉我的名，无论白来求什么，伊一定会赏赐互恁。直到现在，恁并无奉我的名求什么货，恁求就得到，通好互恁的喜乐满满。耶稣基督伊有个家己要离开门徒，将来要进入伫哀愁、痛苦低考，但是世间人却要欢喜，因为因陷害耶稣，因甲在因为这个灾难，因真欢喜。但是耶稣基督甲门徒讲，恁特别忧愁，但是恁的忧愁特别变成做喜乐。门徒怎样对忧愁变做喜乐？圣经讲真清楚。恁若是要安尼，恁现在有忧愁，但是我要搁再看见恁，恁的心内就会有充满喜乐。恁的喜乐是无有人会当甲恁夺走的。上帝所赏赐予咱的喜乐是唯一的，是无搁再互咱陷入伫这个忧愁的中间，并且这个对天顶所赏赐的喜乐，是无人会通来甲咱夺取的。诗篇93篇，上主做王掌权，伊用威严做衫穿。上主用威严做衫穿，用气力做大侠。伊建立世界，世界永远袂摇动。你的宝座古早就建立，你对永远就存在。上主啊，大水在牙涌，大水牙涌出大声，大水牙涌哗哗吼。上主伫天顶显出威力，赢过海洋的大涌。压过大水，哗哗吼迄声。上主啊，你的诫命确立袂改变，你的殿神圣直到永远。感谢上帝赏赐阮平安，赏赐阮喜乐，互阮的对内心会当得到属天的喜乐。求主教示阮怎样伫困苦的中间来得到永远的喜乐。得到平安，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